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终是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谏之不从，又敬不为劳而不用。到第15而已哦。到第15呀。对，再从第一。好，感恩哦。我有用啊，用到你这个到第14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从礼仁第4开始，第2遍。诗婷，到前面来好吗？诗婷，还没转过来。好。好，谢谢。礼仁第4第2遍。子曰：以人为美，则不耻人焉得之。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耻也。曰：不可以长耻乐。仁则安人，智则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子曰：我自以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不以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耻也。贫以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弃也。君子弃人，勿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处必疑事，颠沛必疑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以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直者，盖有之矣。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失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之一道，而耻恶食者，谓之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以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比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徒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忘一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夫，而有；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有利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夫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终是而已矣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
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迎雷震开物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意现，周原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应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朵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亲领弘法显神通。择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尼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园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元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。念起真元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个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李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王正二。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
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守自导，世守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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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威师德，感谢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或写就学习导读到这里，祝大家晚安。王兄读得很好，回来了，或写回来了，昨天晚上回来了，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点传师好，经理好，经理好。晚安。哦，点传师晚安，晚安。点谢传师晚安。谢王副领任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。哦，晚安，感恩啊，感恩副领任慈悲啊，感恩经理慈悲。哦，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哦。感恩啊，副前的慈悲哦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啊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啊，连天进前贤晚安。